主你平安。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家君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主必听到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主啊，阮一天搁开始，主啊，今仔是主日，主啊，求你圣神和大家做伙。主啊，阮一只要来读经，主求你圣神嘛，互阮开阮的心窍，互阮知主你要教示阮的话语。感谢你听阮共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咱今日要继续来读的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对13章的第1节要到17节，要来请嘉玲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好，咱来读圣经。我不好意思，声音可以吗？因为我这一段怪怪的。有听到？好。就继续三心三痛，就会记得好款待出外人，因为有人安尼做，无意中款待着天使，就关怀受乖家的人，亲像甲因地同受乖，就关怀受热待的人，亲像恁本身得受热待。婚姻人着尊重，着保持纯洁的夫妻关系，因为上帝为审判疏通行因的人，毋通贪财，家己所有的着知足，因为上帝有讲，我袂离开你，嘛袂放杀你，所以咱会当好胆讲，主是我的帮助，我袂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着少年引带恁传上帝的信息予恁的人，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拢袂改变。恁毋通互逐款奇异的教义带迷路，因为心灵较好，着靠上帝的恩典来坚固，毋是靠食物。靠遵守食物规律的人，拢无得到利益。咱有一个祭坛，顶面的祭物，伫会幕来服侍的人，无权通食。因的大祭司带精神的血进入至圣所，为着人民赎罪。精神的身躯却伫野外烧，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互人民得到洁净。耶稣嘛伫野外牺牲来死，安尼咱就出去野外，去伊遐，甲伊同受凌辱。因为伫遮咱无永久的城，咱是伫找迄个伫要来的城，所以咱就通过耶稣继续将称赞的祭献予上帝。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喙唇所结的果子，就会记得做好事，互相帮赞，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就顺服引带恁的人，听谈恁的话，听谈因的话，因为因不是在看恁的灵魂，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恁着互因欢喜工作，无讨亏，若无对恁无利益，着继续为着阮祈祷。阮确信家己有清白的良心，意爱凡事照起工生活。我恳求恁着特别为着我祈祷，求上帝，互我通较紧去恁遐。以上。感谢，是的。到19节，咱伫希伯来书看见对第1章开始，到最后1章13章，其实这个作者都没有让这个希伯来书有这个多余的赘词赘话，每一章都是环环相扣，非常的紧凑，甚至对头到尾所有遮用的字意思拢有真多真深的意思。所以咱看见对开始，这个讲到基督的超越，是超越的人，超越的祭司，超越的能力，然后伊做这比较，耶稣较水较好，耶稣基督也是较水的道路。所以1章到4章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
5章到10章，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讲到耶稣基督伊的牺牲。11章到13章讲到耶稣是信实的道路，讲到耶稣基督以信心所带出来的能力。虽然这个作者写的地点无清楚，哎呀，唔知影作者是啥，总是知影是写予四散伫逐所在犹太的基督徒，而且时间是伫主要的60年到70年啊。希伯来书是写予遮的希伯来人。圣经头一个希伯来人是啥呢？就是亚伯拉罕对创世纪14章讲到伊的名总是伫即个拿阿的后代中间有一个叫做是希伯的然后亚伯拉罕也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对第3章、第5章会当看到这收配人拢是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应该爱做基督徒的师傅就是要做他们，至少做他们的师兄，教导这基督徒来认识上帝。但是这犹太信徒却变做假逆所以是这个作者伊在提出来强调，作者无确定一罪总是伊是有一个真悬的神学甲文学高度成就所以一定是早期教会中间真有才情的基督徒不管是思想还是文笔还是伊的学问拢真饱。总是确实的作者真歹去定但是最多的还是保罗。后来有遮的人路加、阿波罗、阿古拉、贝基拉、甲巴拿巴等等拢有可能这希伯来书的主题有2点，讲到基督较水更美之约这个更美呢伫旧的和合本出现13次总是让我用词字是个更美来做经历然后基督的超越众先知，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超越大祭司阿伦等等这拢在讲到基督的超越。时间上来看是主要60年到70年，因为主要60年、70年开始，教会有第2代这的信徒所以这第2代信徒是听见的人，佮甲咱来证实，所以这已经是传，搁再传不是迄个12个使徒，也是70个学生已经传出来到第2代以上。然后伫主要67年的这个尼禄皇帝的大逼迫以后因为这的侪见证人12章咱读到，这人受这的困毒是轰轰烈烈总是主要70年圣殿耶路撒冷圣殿去毁坏，因为第9章讲到真侪圣殿的限制的代志，表示讲这圣殿要伫写希伯来书时要伫地。另外明仔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当看到提摩太的名唯一我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出现提摩太所以嘛知影伊的写作的时间就是在提摩太的那个年代。总是伊去用掠去用绑出来也不是提摩太服事的初期都是伫提摩太还是保罗受难的迄个时期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写这个回信的时间。伫做12章咱看到信心会当引带咱来跑走天路，就要仰望信心的开始甲落尾耶稣基督，嘛要认真来思想耶稣伊安怎经历，安怎受人的顶撞、冲撞，无来忍耐。第12章的40到13节讲信心，互咱顺服管教。这个管教呢，是因为咱有管教，代表咱是上帝真的儿女，毋是外口偷生的。有管教，顺服管教是要活出上帝性命，所以因为安尼顺服。咱就得到这个性命，因为耶稣基督嘛是安尼顺服，忍受顺服，就是经历这个管教了后，会当结出平安的，就是义的果子然后信心也互咱进入上帝恩典，这个恩典包括追求和睦过圣洁的生活，就要谨慎，唔通有埋怨、苦毒对心内底来破坏群体递到淫乱。然后用以扫对恩典失落的力，这个管教嘛无继续伫以扫的身上。咱看到18节到24节，讲到咱用信心会当得到更较水的信息，这个信息是
锡安山的信息，较水伫即个西奈山所颁布上帝讲的话，吼，上帝讲话安怎样对大震动，吼，雷声四呐，吼，分扫甲的声，然后上帝囝嘛比所有上帝的大囝，吼，众长子的聚会，吼，搁较水，吼，就是上帝的囝，而且搁用上帝的囝，伊家己的话，吼，来传达即个信息。即个会上帝的会的信息比阿伯的会，吼，伫土里的生源的信息搁较水啊。然后25、29、29节，吼，咱得到的是一个未摇动的国。即个地上的境界，上帝通过天使摩西伫地上的境界，人袂当去拒绝。何况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大祭司对天顶来的境界，就搁较爱接受。上帝话摇动地，吼嘛要摇动天，所以天地拢要摇，拢要消扬啊。总是只有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就是上帝信心的城的中间，这是未摇动的国。伊在指的就是指教会啊。所以咱新接即个未摇动的国，就是伫教会即个节，吼，伫教会即个使命，咱就爱伫教会来侍奉，因为咱的上帝是毁灭的火。将所有外围的拢会毁灭去，总是伫教会内面所做一切，咱上帝拢会纪念，拢会孝念啊！12章的28节、29节所以咱就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咱就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因为咱的上帝是吞灭的火。今日咱继续看最后这章13章，是信徒爱回想回顾的代志。回顾啥物呢？会当看这13章1节到6节，是会当分做生活上的回顾；7节到17节是信仰上的回顾；然后18节到19节是这个作者伊嘛回顾，会当转到收配人这个所在到因的中间啊。生活上的回顾包括着爱用三听的心来接待人客出外人，爱纪念受困迫的人，包括伊就是在指乖家的人，甲受苦难的人，这个苦害遭受苦害，就是指遭受这个虐待啊，伫何修本甲现代台语拢翻做受虐虐待所以这是被霸凌 abuse 遮的人。然后呢，嘛爱回顾就是爱尊对婚姻爱来尊重安怎样对这个信心到建立这个婚姻到家己的家唔通行奸淫，然后伫这个经济上唔通贪心，爱抓住最上大的满足，因为上帝有应允，伊会将咱看顾好势互咱无欠缺。信仰上的回顾这段有11节讲到。遮过去引带咱的属灵的领导者，咱爱跟对因，爱学习因的信心甲模样。耶稣基督是永远无改变，唔通去互其他的教训来引诱去袂讲耶稣佮变一个查甫的变女的另外这个基督对这个耶路撒冷变到伫中国大陆变做去伫国外的所在，还变成外星人。耶稣永远袂改变唔通去引诱去。然后10节到13节这段是真歹解说的部分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讲过去的祭司因献祭总是因嘛得公价，因要食祭物，毋是伫圣殿会幕内底，是伫圣殿会幕外口食遮的祭物。所以耶稣基督大祭司互咱的祭物。嘛，毋是伫即个圣殿会幕内面来敲吹，伊的重点是讲，咱来行到野外，营外就是指帐幕之外来敲吹基督因为基督嘛是祭司，伊嘛是大祭司，伊嘛是祭物，然后咱就爱去野外敲吹即个祭物来享用耶稣的祭物而这个祭物呢，就是爱领受耶稣伊所领受遮的苦难甲凌辱所以10到13节这段是真深的意思。14节讲咱要找毋是地上
即马看会到啊，是即马要伫地遮的城，是要天顶的城，15、10到16，咱就要常常透过耶稣，照着耶稣来讹罗上帝，然后来将行好当作献祭，来献给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17节就是爱顺探引带咱的人，因看顾咱的灵魂。所以这是今日这段13章，虽然都要结束了，但是这个作者呢，伊讲佫足侪物件，还未讲完哦，那继续互伊佫讲落去哦，真正会当讲足侪，所以张伊有讲，时间无够啊，但是这个时间不够了，也可以证明说，这是希伯来书是一个讲道篇哦，讲道篇，当然这个时间不够，也是说，他受苦受难被逼迫。伊无偌侪时间会当继续过来讲这道理，但是呢，前面希伯来书头前是用讲道篇来开始，最后13章，特别是明天看到是用书信来做结尾啊，所以这嘛是希伯来书真特别的所在。总是有人解说讲希伯来书就是某米人伊的讲道，每个人甲伊抄落来，然后变做是一个批信，佮寄互别人安尼，好。今日这段的圣经原来有真侪咱需要去看的字比如讲第20，伫无意中接待天使接待了天使这咧指什么人呢？指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接待3个人这3个人其实不是天使，其中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到19章罗德创世纪19章罗德伊嘛接待这个毁灭的天使，结果呢？罗德因专家会当救本来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能够有10个义人来得10个义人来甲上帝求讨最后连10个拢无剩下的呢只有罗德甲伊的某甲伊的2个查某囝搁2个囝婿本来是只有这些人但是连这个10个都凑不满总是接待天使是指创世纪亚伯拉罕甲罗德，买记得受关家的人记得那个记得的这个词态呢是指继续不断的记得不是记一遍就要继续会记得遐受关家的人坐牢的人呢他是说被捆绑的人就是指被囚禁的人所以和本写被捆绑不是只有被捆绑。就是被囚禁关家所以意思讲无自由的人，然后后壁加伫患难中间的人，患难中的人就是指遭受苦害，那他意思就遭受虐待患难跟虐待还是有差别，所以现代台语翻了是较准伫受虐待中间的人。然后第4章讲到婚姻夫妻必须忠实相待。那和本傅理解的麦克风打开了，谢谢。和本翻成床也不可污秽这个床也不可污秽，意思就是不可奸淫不可奸淫。但是现代中译本是用意思来翻译，就是夫妻必须忠实相待。上帝要审判放荡和淫乱的人放荡指的是指婚前的淫乱行为，淫乱呢是指婚后的淫乱行为，所以不管是婚姻进前、婚姻以后，伫遮的行为，上帝拢会审判。然后唔通贪财，因为上帝讲我永远无离开你，永远无弃杀你。这句话伫圣经出现几啊解，申命记31章、约书亚记第1章、历代志上28章。这都是以圣经上帝所说的应许就是互咱知影咱唔免靠金钱财才会当活伫这个世间，是靠上帝就当伫这个世间来生活所以咱会当好大第60讲，主是我的帮助，我无惊吓，人会当对我安怎？这是出自诗篇118篇甲诗篇56篇诗篇118篇、诗篇56篇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凊彩讲一句话就出口成章圣经一直应用所以互咱在读的时阵就无好消化但是不管安怎咱即马特别读了嘛希望咱继续将希伯来书会当读再读互咱好好消化
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无改变，好，13章8节是真出名的经句，好，但是它的重点是耶稣不会变来变去，所以第9节我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学说，好，在学问就叫引带变来变去，好，怪异的意思就是外来的学说，外来意思就是外靠好来的物件。好，所以希伯来书写作的这个作者的思路，好，以下到加，好，外来的学说，好，所以外来的哲学，好，外来的这些的教导，然后他在讲，我们不要接受外来，但是我们要出去外面，好，所以才会有后面的10到13节这段，好，有些人要出去外靠去迎我来找耶稣呢，好，因为公职的人，好，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在圣幕会幕里面来吃祭物，一定要服侍完出去外面吃，好，而耶稣是服侍的人，耶稣自己也是祭物，好，所以我们都是服侍的人，像耶稣一样成为祭司，我们要出去外面吃，好，去外面哪里吃，就去营外寻找耶稣，去迎我来找伊啊，好，所以这个寻找耶稣就是咱来找耶稣，伊所欢喜的祭，好，是什么祭呢？就是15节是借着耶稣颂赞为祭献给上帝，所以咱去迎外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去外口阿罗上帝，去外口将这因根归给上帝，因为这是宣认他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第15节我用台语读一解，所以咱就通过耶稣继续将称赞的祭献给上帝。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给的规矩这一节里面有出现4个1、2、3、4个的所以一句话里面它有4层的意思所以是真不好了解但是就叫我讲，作者的思路很明显，就是咱不要接受外面的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要去到外面就是寻找耶稣所喜悦的祭物。就是学了的祭物跟行好的祭物所以这个宣认的意思呢，就是要承认要赞美然后最后17章到18章就是要回顾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因为着咱的灵魂，为着咱的灵命一直在谨慎，为着咱的祈祷，伊嘛爱甲上帝交笑咱若听因就欢喜，咱若无听因就灰心失志就是和本翻成忧愁或是原文的意思是叹息叹息现代台语有翻出来叫做偷愧因就无偷愧就是他们就是无偷愧就是他们活不下去这个信心就活不下去所以因为有这是11章的最后一节在1章的最后几章40章，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所以到13章的17节到17节最后他们就只有叹息，因那被挖被落去，安尼咱嘛无较好，咱嘛挖被落去。因为这个信心是一脉相连从亚当开始的信心到今天一脉相连。就要继续将这个传落去18章、19章，这个作者讲继续替万祈祷，所以这个写信的人呢，在中间他有用第一人称我但是到后面呢出现了我们所以这嘛是一顶人所以写这封信的人也是一个团队服侍的人是替万祈祷然后让我们自信就是就把有清白的良心，愿意时时走正路走正路就是按正道而行，按正道而行它的意思呢，就是指在道德操守没有瑕疵在道德操守没有瑕疵有清白的良心还属叫起刚来生活。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因为他前面讲到了婚姻，他讲到了钱财婚姻要成功，有信心的人要建立自己的家在这个婚姻的中间一定要成功，钱财经济嘛要成功袂当让钱做伊的主人，袂当在钱的代志顶端来绊倒也绊倒人所以这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所以咱看到这个作者讲咱就要有手足
手足相爱之情，就是兄弟姊妹相疼。然后嘛，爱纪念过去引带咱的人，将上帝信息交予咱的人。然后最后嘛，爱替这团队的人来祈祷。手足之情，就是接待人客，包括出外人、地间的人、患难中间的人。手足之情包括更较进一步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伫婚姻的中间，就是爱理财、爱管钱财，爱满足家己所有的，唔通贪心，唔通对上帝无信心，惊无钱，然后就无爱上帝，为着要赚钱，赚得全世界，却把上帝远远的踢到旁边去，最后拢是无利益的。然后纪念过去引带咱的人，传上帝话人，回想他们的生前啊，就是回顾他们为人的结局啊，就是爱知影因人这句话回想他们通常都是这个生前就指家的人呢，指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人，已经无伫这个世间的人。总是呢，因伫世间拢留来诚侪故事啊，安怎生活，安怎死。爱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然后嘛爱挖靠上帝来健全咱的信心啊，因为咱的人的心是靠上帝恩典来得到坚固，所以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坚固。和修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翻成健全我们的信心，和本是人的心靠恩典才得坚固啊。然后嘛爱服从带领我们的人，要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要向上帝交账，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最后为这些传道人祷告，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清白的良心，愿意时时走正路啊，就是能够在道德上面没有瑕疵，并且还能够回到我们的当中，让他们可以再回来，他看我们有没有成长，我们也看他们有没有继续的走在正路上面。所以今天这一章写的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结论，就是把整个希伯来书所要教导的化成一个在生活当中的落实，很像读了这个罗马书从第1章读到11章，进入12章的感觉这个也是一样。希伯来书从11章读完12章，进入13章，就是把理论变成实际，变成生活，但是又跟前面的教导是结合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给咱看13章，跟咱讲爱长存爱弟兄的心，就是接待客旅，监禁受虐者，要尊重婚姻的关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但是咱怎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7到17节公要纪念，也要回顾这些传道的人，效法他们的信心，而人的心是靠着信心，在人的心能够靠恩典得坚固所以信心即便所应许的还没有发生，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的用，而且上帝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这几句经居然的对照起来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希伯来书好像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所以嘛爱服从引导你们的人现在又把咱引带做咱的领导者，做咱的小组长，做咱的组长、区长，做咱的牧长这些人咱有缘爱服从他他若对咱，这是要回应第12章他若是在救济咱的时阵，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忍耐，要忍受。最后18章、19章为这些传道者来祈祷传道就是传上帝的道，将上帝话传出去的人让因有自信，用清白跟良心来传道，然后让因凡事照正道来行就是没有道德上面的瑕疵，特别在婚姻和金钱然后他嘛能够回到他过去所传道的所在环境所以等我看到这好像在看到我自己还可以再回来迦南教会，刚刚真正是上帝恩典。今日的经句17章，要服从带领你们的人，听他们的话，他们常常看顾你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上帝交账。你们听从他们，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工作，否则他们会灰心，
这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互将引带恁的人听探因的话，因为因不时地看顾恁的灵魂，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恁就互因欢喜工作无吐气，若无对恁无利益。本把咱今日所读的这章，咱当消化，搁再消化。头前1到12章讲的袂记无要紧，但是13章遮所讲的，希望咱会当记好条，请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家人教会来中台，也伫教会来接受装备，伫教会中间也受到管教。总是阮这拢是对阮的灵魂有利益，也要互阮伫教会中间会当行出去，行入社区，会当行到人群的中间，会当将福音来传互别人，也互阮当伫教会以外来献这讹落的祭，献这上帝所欢喜的祭来迎跟上帝。也求主继续帮助阮互阮伫家人教会一代一代传承中间。阮会当来做主的器具，也会当将主所交托阮的，会当交代互遐忠心，搁会当交代别人来遵守的人，也帮助阮，互阮有信心，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甲永远拢永远袂改变，互阮无受到这异端，也是欠损，也互阮无受到这淫乱。甲这金钱的有限，互阮会当行伫正路，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路上，也祝福阮伫今日主日一切敬拜甲侍奉，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多谢牧师，拜拜。